1、2、3、4，金乐一声响，一声弹，厝内只剩阮一个人。电火光光也是黑暗，阮的爱情已经无希望。1、2、3、4，停停停停，情歌一声唱，一声喊，紧紧看人生对成双。爱你的心，阮不愿放，身边哪会永远欠一人。1、2、3、4，停停停，雨落落落陪阮，拍醒感情一场梦，嘛等等等无人替阮不甘，茫茫茫茫袂着心爱的迄个人，阮已经找无理由孤单。为你浮浮沉沉点无情的世间，总是为爱心烦心乱。2、3、4，哎，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仔日要介绍推荐哦，大家这首歌是江蕙经典的金曲啊，这足有名的台语歌，也叫做什么？难过情关。来，咱来看下歌词。这首歌啊，歌谱咱来甲语学好咧。这首歌作词是李克明，作曲呢是次家良啊，演唱呢拄则有介绍过这江蕙小姐的老歌。真好听但是这首歌呢有一点难度，有一点难度真的有一点难度。我们要仔细的来教唱这首歌，建议大家呢去 YouTube 网络顶头先去欣赏一个江蕙小姐的 MV， 再个转来学唱这首歌都会感觉哎呦，江蕙唱的足好听，老师你唱了实在不怎么样不好意思啦，我都不是江蕙我也惭愧我的工作就是把这首歌好这个教唱这个推荐给各位同学但是若是要欣赏歌曲呢要欣赏伊的歌声你就要去网络找江蕙小姐叫唱给你听啦。来，歹势来介绍这首歌，来咱先来看左上角这堆呢，逐摆我上课拢会介绍对无来，我写这个紫红色这呢，都是伊调号，调是多少个调？音调调整那个这首歌是 A 调、B 调、C 调这就是伊的调号。来，伊是 A 调。但是呢，伊是 A 小调我哪知老师你足厉害，你目睭透视眼一看就知 A 边仔个写一个小写麦当劳的小写 M 对不对 ？A 边仔这个 M 就是小调，就是这首歌是 A 小调。A 小调是什么意思？咱普通时来，我给大家看这个表。普通时你看到应该拢是写这个小写这个 B 你莫看 A 来不是咱看这普通时你看到呢，那 A 会写什么？写 E 等于 A 这就是 A 大调你看这来写作精灵是什么 C 大调这首歌伊若是写像这安尼写 E 等于 A， 那就表示伊是 A 大调，但是伊写是 A 什么？伊写是 A 麦啦伊写是 A 麦啦，那就是 A 小调那 A 小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找到钢琴上固定唱名法，就是这两个 O 的其实这个钢琴呢拢有3个 O 的，各空一空这个2个黑的，对不对？2个黑的的左边这个键弹下去呢，如果你唱哆，那这个就是什么固定唱名法，固定的你去银行借钱嘛有固定利率，嘛有机动利率就对但是你若弹落去，不管安怎弹这音你拢唱哆的，这就是固定唱名法你若什么调，你就唱什么调，迄个就是那个手调唱名法，都参像银行的这个机动利率同款来咱这首歌就是你找到拉这个音，你弹落去，伊是 A 麦拉对不？你也唱拉
那它的哆在哪里？这首歌的哆在哪里？的哆的家。哎，你看六要唱拉这个呢，那一当然是众多了，所以这首歌呢，你也可以说它是 C 大调，但是这样子有80分，为什么？因为从 C 大调这个调号呢，看不出来它是小调事实上呢，它是小调。哎，我怎么知道它是小调？来，咱看上背你看最后一个音是拉所以它如果写麦拉，就是告诉你它的最后一个音都是拉，而且呢，我们找到它的调号 A， 你要唱拉好，简单给大家介绍来，4拍子就是1个小节有4拍，你看，咱看这个。出来之阵，阮一个人这一拍呢，这个小节就最清楚了。3一拍，1、2、3个3拍，所以1个小节真的是4拍了哈。4分音符呢等于85这个 OO 的符号就是4分音符。来，有较大个大家介绍一下，你看。这个一个黑色的豆豆跟一根直直的棍子等于85，就是这个就是4分音符这个符号写4分音符等于85，什么意思？就是几分钟我们要唱1、2、3、4，要唱85拍这就是伊的速度。那 A minor 呢 ？A minor 它是 A minor， 这就是伊的音高江蕙这首歌唱外悬，伊把 A 当作拉来唱那这就是它的音高跟它的速度所以老师逐摆拢会介绍这对的嘛就是互大家知影要唱外悬要唱外紧来，咱来看跨符一来咪啦啦嗦啦嗦啦咪2，一起来咪啦啦嗦啦嗦啦咪2、3，再一次咪啦啦嗦啦嗦啦咪2、3，音乐一声响一声弹弹，咱刚才用念的念字都有弹，都两音，所以你唱爱唱安怎弹唱歌只是说话的延续所以你唱歌呢，甲唱歌甲讲话的真参唱就是弹，你用念的音乐一声响一声弹你唱嘛是唱音乐一声响一声弹来过一摆来。音乐一声响一声弹2、3，嗦咪瑞咪瑞哆瑞咪2、3，嗦咪瑞咪瑞哆瑞咪2、3，来甲大家郑重真心中甲大家介绍这字这什么？厝内只剩阮一个人，厝呢，我们活着的人住的房子，爱下这里厝。一个草字头，在一个一处一次两次的次这个就是厝内我们看到那个网络上面写的这个江蕙的这个兰桂景观，伊内底呢 MV 内底迄个厝呢这个客厅的厅的盖子里面就有一个奶昔的昔的那个字是厝，也是念厝，可是那个厝呢是给已经在睡觉不会再起来的人，就是四界人住在这厝真的吗？当然，大家回忆一下有资深的公民呢，请你回忆一下，咱60几年的时阵，蒋公过世的时阵安怎凤错慈湖有没有？蒋公陵寝凤错慈湖是不是用我讲的都在那个死人的厝？对，就是迄字。所以这字呢，这字才是活人住的厝所以我把它改过，请大家把它更正。在你的记忆中、印象中，给它更正，这里才是厝厝内只剩阮一个人啦。咪嗦嗦咪，这个厝内拢有转音咯。嗦咪瑞咪瑞哆瑞咪2、3，再一次嗦咪瑞咪瑞哆瑞咪2、3、4，厝内。厝咪嗦嗦咪厝内只剩阮一个人2、3、4，厝内只剩阮一个人2、3、4。好，阮这个字呢，老师画了一个四方形的框框，特别给大家也是要郑重介绍。我以往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往我都写什么古加问，对不对？有一位热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网友呢，在 YouTube 上面这个给我这个明白的指导，这个字爱读写一个国语的语国语的语加问才对啦。来，咱读看卖，你先讲这个
阮啊，这阮哎，阮是国语，啊，这阮是台语的。阮哎，你先讲阮，阮啊，后面讲阮，阮哎，这就是正确的。我以前呢啊，写一个牛呢，你要准备一个牛的嘴型，发一个牛的音，阮哎，安尼看麻烦。哎，他给我正确的指导，这是一个阮，哎呦，棒棒棒！来，所以请大家把你记忆中呢，我这个儒家问的记忆给它抹除，用橡皮擦给它擦掉。哎，我们再做一个新的正确的认识，是儒加问啊！来，太棒了，来，我就唱一拜来。出来时，春阮一个人儿，从头来。音乐一声响，一声弹，二三，出来时，春阮一个人，二三四，咪啦啦嗦啦嗦啦咪，二三，咪啦啦嗦啦嗦啦咪，二三，电火光光也是黑暗，二三，电火光光也是黑暗，二三。要闭口啊，请要注意。好，各家各都起来，嗦咪瑞哆咪瑞哆西啦，二三四，嗦咪瑞哆咪瑞哆西啦，二三四。这个 C 啊，这个哆西啦，这个 C 的无希望的希，它肯定有一只毛毛虫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希望的希呢，你爱什么？爱转音来。阮的爱情已经无希望，二三四。来，我们再一次。阮的爱情已经无希望，二三四。哎，接下来这个小节呢，哦，是一个过门哦，就是只有音乐啊，没有歌声啊，没有歌词啊。你看，停停那是多。停那是多来，阮的爱情已经无希望，二三四，停停那是多。接下来要唱第二行歌词，哎，第二行歌词呢，跟第一行旋律节奏完全一样。只是什么？哎，歌词无赶快来，咱来试看嘛，来唱看嘛，来。情歌一声唱，一声喊，哈要闭口。情歌一声唱，一声喊，哈哈，哎，我通常呢哈，如果哈啊，我哈。我闭口之后呢，就听不到声音了，所以我从到哈，哎，晚一点再闭口啊，就差不多第二拍的后半拍了，甚至于第三拍我才闭口。来，从头，情歌一声唱，一声喊。好，过来，金金看人生对心相，二三，再一次，金金看人生对心相，再下去来，爱你的心阮不愿放，二三，爱你的心阮不愿放，二三，下去来，身边那永远欠一人，二三四，一二三节 C 段来，身边那永远欠一人，二三四。好，来，我们把第二行歌词连起来唱，来，一。二三四，情歌一声唱，一声喊，金金看人生对心相，二三四，电爱你的心阮不愿放，二三，身边那永远欠一人，二三四，停停停，来，我们刚刚为什么我数停停停？因为我们唱第二行歌词，那当然就要唱高帽子二，对不对？停停停，哎，这个后面刚刚唱的是主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 A 段。那接下来呢，哎，这一段呢是一个桥段啊，这个介在 A 段跟主歌跟副歌的中间我都称它为 C 段。然后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桥段来。一停停停，那
发发嗦拉，嗦发咪瑞哆瑞咪，来，再一次来，停啦发发发嗦拉，嗦发咪瑞哆瑞咪，过一摆啦发发发嗦拉，嗦发咪瑞哆瑞咪，呼噜噜噜袂完，拍成感情一场梦，呼噜噜噜袂完，拍成感情一场梦，拍醒只有半拍，所以拍醒啊，只有半拍来。呼噜噜噜袂完，拍醒感情一场梦，刷啦发发嗦啦，嗦发咪发咪，再一次来。啦发发发嗦啦，嗦发咪发咪二三。老师刚刚这个马又没前面又没有零，你干嘛一下啊？对，同学你这个问题很棒呢。哦，你有发现哦，老师一下你都有发现，太赞了，给你拍拍手。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马是什么？第四拍的后半拍，对，它的前半拍呢？哎，我总不能我一唱你可能抓不到，所以我从它的前半拍来，啦发发发嗦啦，这样懂吗？太棒了哈！哎呀，这个同学观察入微，很仔细的教老师，听老师教唱歌呢，哦，太棒了，感谢你。来，再来一次，啦发发发嗦啦，嗦发咪发咪二三，马丹丹丹无人替阮甘，马丹丹丹无人替阮甘，替阮要阮加稳，记得哦。甘都是闭口音，过一摆来，马丹丹丹无人替阮甘，啦发发发嗦啦，嗦发咪都是啦二停来，啦发发发嗦啦，嗦发咪都是啦二停，后来棒棒棒棒棒袂着来。停，棒棒棒棒袂着，心爱的迄个人，哎，心爱甲迄个拢是半拍尔，所以较紧的哦，来，棒棒棒棒袂着，心爱的迄个人，过一摆来，棒棒棒棒袂着，心爱的迄个人，哎，这个人我们怎么念？狼是不是有那个这个音这个结构呢？有好像打一个勾这样，狼哎又高上去的，所以我通常狼呢我都会给它转音，怎么样啊？都是嗦啦，哎这个加一个转音嗦啦。啦发发发嗦啦，嗦发咪都是嗦啦，哎，安尼就变人啊，对不对？安尼较配合这个字，你一个听到，迄个人，迄个人，哎，安尼感觉迄个人是什么东西啊？啊，你若唱迄个人，是不是就足清楚听有是迄个人哦？所以我们唱歌爱听爱唱互人听有啊，所以这个转音都是安尼造出来哦。所以咱家己加一个转音来，棒棒棒棒袂着，心爱的迄个人，啦啦嗦啦西哆啦哆西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歌单呢哈，不但这一个小节哦，那刚才这个哈，这个小节哦，啊个后一个小节啊个什么？哎呀，还有三拍，还有三拍哦，来。啦，啦啦嗦，来的，你都是啦，啦啦嗦啦西哆啦哆西二三四五六七，好，再一次来，啦啦嗦啦西哆啦哆西二三四五六七，好，来，我等一下就不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自己要拉长，而且自己在心里面数哈，来，阮已经找无你有孤单。哦，这个蛋呢要蛋要收尾音，按后面变成我们再来一次来。阮已经找无你有孤单。停，好，来，同学问我讲老师啊，这句呢3个小节呢，啊
我若气不够啦，我要点多翻起来。我建议大家得各等的头前翻起来，咱来做伙来试看卖来。阮已经找无理由搁等。好，我们偷偷换了一点气，哎，是不是有好一点？有哦，啊，你就要练习一下，不然有时候在这里会来不及换气。你每户换气啊，你就过等啊，你就不够气啊，那无就是你换气的结果，过等你讲拖一个伤慢啊，你也比音较慢。来，咱搁一摆练习一下来。阮已经找无理由搁等，明明都是啦，来了，过来这过等来这第二小节的7拍了啊，3拍了啊，这个 C 唱3拍，过来的为例啊，咪咪。来，咪咪哆西啦嗦咪嗦嗦有附点嗦咪嗦，来，从这为例来，咪咪哆西啦嗦咪嗦拄则袂记给大家介绍，咱拄啊唱遐呢，C 段就唱完了，过来正式进入副歌，来，咱来唱看卖来，为你扑扑点点点无情的世间，为你扑扑点点点无情的世间啊，为你扑扑点点点无情的世间，这个 A 啊，有毛毛虫爱转音来，搁一摆来，为你扑扑点点点无情的世间，拉嗦拉嗦拉嗦，拉西咪1、2、3、4，拉嗦拉嗦拉嗦，心环后边要个延长半拍，对不对？我刚才呢。一下，让大家听清楚，这里不是马上拉西哦，还有一个嗦才拉西来。所以我们再来唱第二遍，我还是要哦，拉嗦拉嗦拉嗦，拉西咪2、3、4，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心是后半拍。好，咱来唱歌词看嘛，来。总是为爱心烦，心乱还是不是嘴型会收回来，收小，对不对？还啊，变成鼻音啊，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出来，这样你心就不会抢拍了。过一摆来，总是为爱心烦，心乱再一次来，总是为爱心烦，心乱2、3、4。发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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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咪咪哆西啦，发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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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咪咪哆西啦。老师，同学问我说：“老师，你这个咪发为什么下面3条线？我们很少看到3条线的。没错，因为这是一个转音。可是呢，我把它写成3连音哦，给它写成什么音？那他唱起来了，这个我。”歌谱打好之后，我会歌谱呢有一个校对的功能，就是他会弹钢琴给我听。那我怎么弹呢？他这个咪发都不够快，我把它变成3条线之后呢，他弹起来就够快了哈，所以就表示他比这个半拍的3连音呢还要快。所以我们唱发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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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咪咪哆西啦，我这样唱的，它的速度跟我这个系统软体这个检验的这个软体呢用钢琴弹给我听的时候才正确所以大家也要唱这么快来，发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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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咪咪哆西啦，艰苦有地胸坎要闭口来，艰苦有地胸坎是为着啥人？艰苦有地胸坎是为着啥人？为着后面有一个哆，咪咪哆西啦。好，再一次来。艰苦有地胸坎是为着啥人？啦啦嗦啦西哆啦哆西2、3，再一次。啦啦嗦啦西哆啦哆西2、3，好，来，爱情甘真正这么困难？爱情真的这么难吗？来，爱情甘真正这么困难？再一次，爱情甘真正这么困难？好，重复歌前面来为例。
第一行歌词来，一、二、三，为你步步点点点，无情的世间，总是为爱心烦心乱。二三四，艰苦有地胸坎，是为着啥人？爱情感情正这呢困难。二三啊，第四拍要唱又唱伟力，对，因为要反复啊，这里有反复记号，有没有？来，来，爱情，我们从爱情来接这个副歌的第二行歌词哦，来试试看哦，来，爱情感情正这呢困难。二三，为你扑扑点点点，无情的世间，想要了断歌不甘愿，想要了断啊，想要这个跟大家断了哈，想要跟这个爱情那个断了哈，想要了断，国甘愿又不甘心了哈，一样，我们从后这个为例来接来了，一。二三，为你步步点点点，无情的世间，想要了断歌不甘愿。二三四，行到这款的坎，暂无论啥人。这个小节呢，号称是这一首歌呢最难唱的地方啊，尤其是后面这个也是很难唱。来，艰苦行到呢。行到这款的坎，暂无论啥人。然后我们要唱最后一个小节来，也是咱过情关。二三四，也是咱西西拉嗦咪拉。二三再四，西西拉嗦咪拉。二三四再次，也是咱过情关。二再次来，也是咱过情关。二三四，好，这样呢，唱到这里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间奏10小节之后呢，我们要 say new 啊。为什么我没有用反复记号呢？因为前面反复记号就有2个哦，我怕我再写反复记号大家都搞混了，所以我用 say new 这个符号。say new 这个符号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你在歌曲的后面找到 say new 之后，请向后转，往前面去找 say new，另一个 say new 在哪里？在 C 段这里，所以我们就要从 C 段这里开始唱啊，来，我这个say new 应该要写在这边才对了。也是咱过情关。二三四。好，来，然后间奏10小节哦，然后呢要唱的，要从这边呢对，路路路袂完，拍情感情一场梦，嘛等对，刚刚忘了跟大家介绍，刚才呢我们已经逐句的教唱完第一遍啊，那这个间奏10小节之后呢，从 C 段开始接，然后又要唱副歌啊，副歌又唱2遍啊，唱到最后呢这也是难过景观啊 ，FINE 那就结束了啊。那刚才第一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对不对啊？我们就不再唱了，免得这个影片太长了。来，我们来直接接 C 段啊，间奏10小节过去了，来。一二三，路路路袂完，拍情感情一场梦，嘛等无人替阮不甘，梦袂着心爱的迄个人，阮已经找无理由孤单。为你步步点点点，无情的世间，总是为爱心烦心乱。二三四，艰苦有地胸坎，是为着啥人？爱情感情这呢困难。二三，为你步步点点点，无情的世间。想要了断歌不甘愿，行到这
关的坎站有论啥人，也是咱过情关。停。好这样的这首歌呢，那个2遍有这个整个呢 A 段、B 段、C 段就给大家介绍完毕这首歌真的有它的难度了歌词又多这个高低音呢跳跃的地方也有请大家要注意，尤其是空音口或者什么闭口音，请要注意这首歌江辉小姐演唱的《难过情关》，都给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